大唐中央酒店为迎接端午佳节到来，特别推出由饭店长源中餐厅制作的隆重礼盒，要来让消费者食好食。肉粽除了是选用台南在地油葱以及蚵仔，另外还有好酱、鲍鱼、干贝等等的内餡，就是要让大家食个满意。我们的隆重礼盒里面就是说有热火八宝粽，那热火八宝粽里面有福掌，有那个鲍鱼。那有干贝哦，那也有那个腌肉哦，然后古早味的鲍鱼粽里面就以鲍鱼为主的，那也有虾米、油条，然后栗子等等这些，然后也有素米粽，里面是用素的长的糯米、黑的糯米，然后加上我们的八宝哦在里面。不止粽啊，大唐中酒店还有推出多项创意甜点，让消费者家己选择。这一次的台糖公司的绿苹果。兰花冠军结合这一个概念，然后我们就用绿的苹果，然后用新去炒出来以后，加点那个腰果在里面，还有点肉桂，还有苹果，然后用新鲜的去炒出来，那个里面的内馅很厚实，那不甜不腻，然后加上外面的酥脆的皮出来，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推出来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苹果核桃派。同时，为了让旅客更加安心来到府城旅游，大唐中央酒店更创意推出防疫安心大房专案。旅客只要是提出3日内的快筛阴证明，就会当以3折左右超级优惠入住饭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